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新竹县两河文化协会也多年来替竹东地区做客家文化资源普查，因而发现到竹东大体有200-300个对印尼山口洋地区加过去的新出名，也按贴配的情形引起了协会的兴趣。今年1天，因能只能一集团去到山口洋市做调查，记录个当地居民的生活。包括是插巴还有订婚仪式、客家民间文化也都带转来丰富的资料。山口洋市是印尼西加里曼丹的第二大都市，人口差不多有20万，其中大体60%都是汉人，讲的是河坡腔，同竹东的海陆腔是相像。两河文化协会分析，也咪是竹东没有按到山口洋汉人的其中一个原因。谈论镜头向下来探访两则地区的印尼客家故事。这干面跟炒面。竹东高中府区呢，一看唔大眼嘅食面店，当日人下都当到。2个咖喱饭，1个炒米粉哈。这个面我们自己做的手工面。那你要改炒面还是那个吗？纯印尼的，有炒面啊、干面啊、炒板条啊、汤板条、干的、炒米粉、汤米粉，还有咖喱饭、烩饭、卤肉饭都有。当日7早8早在红葱类做面，往里分工，自家做嘅面炒起来真好食。店么快来16年，对当地人民来讲，两位唔单像系一卡面店天天。6月1号从早上站到像现在。那个是有放假的印尼朋友会来找有家乡味。对，大部分都是做电子的，看你要还是不要。该是煮白户口。不会啊，他有厂，这种啊，这有厂车啊，有，可以载的。第二就强壮对印尼来嘅姊妹，上为簽條路，家裏推翻這個25年嘅風離婚，當年先嘅留幾多天少嘅，轉為快點麼，竟然是得當到先出面，3本儀式提家出嘅條例來點紅，大嘴鼓是東西。連我媽媽做這酒，那市場哎。我做那个千层糕，对呀、该有卖走。就是那一层一层烤了，对呀、就是我们过年会吃得到的那种，我们印尼过年的年糕这样子。大家起来！谢谢欧妈妈，不是欧妈妈，欧妹妹。过来就有36年了啦，36年就辛苦了，就係用其實都幫助啦。唔係講有錢，看冇錢人做唔得。就是感觉很温暖嘛，对啊，就大家印尼人在这边有那个碰到我们家乡的，就会就很开心。像我们的店，我经常跟他们讲，我妈妈的店就是你们的娘家。為所合係合，唔過當温暖。有的是家庭不好的，没关系，来我们这边讲讲都去吧，偷偷去比较好一点。会招来讲心。会。这个辣热甜的啊，对，这个原味的是苦苦的，这个就还没炸的。竹東市場附近呢，一坎印尼食品店也係按到姊妹交流嘅素材。1禮拜來2拜，好朋友啊，來吃東西啊，就吃東西啊，去印尼版啊。這幾日天生要買嘅都是一貼片好食咧。脆包飯。有軟人啊，餅乾啊，連茶葉軟啲帶來，因為軟嘅茶葉好甜。陸陸快點11年，影下見來見到，買嘅東西也見來見到肉。幫忙存錢出去做細路做唔得，想辦法不卡做，如何照顧到細愛呀，如何照顧到店。你可以買到2下吼，有熟食，東道朋友。到竹東榜山松林因為竹東可以最多嘅東西。
所以按多东西袂过来你卖。尾卖也是的呀，素鸡锅萝卜，就台湾的那个树脂做的。呀，你做的不用来盘的，用切面做的啦，帮盘，可以沾那个什么布拉赞。心照嘅唔單止係味水，心肝也要好化病。罗望子啦。新竹县良好文化协会在安东年地主动做文化资源调查，发現主動提咗入200個對人呢三橋中教育嘅新出面，幾條嘅學習都有提升。做該沙啲來盤，因去看都是讓因想象來盤冇強壯。幾條沙要該轉雜不變成一隻正方形，讓米變落去，十熟落是一塊一塊咁樣嘅，所以讓因看來上來幾條講來盤，讓因冇強壯。落嚟當中向了解人呢家啲貼片冇強壯。了解芒薑、辣椒乾哈，了解通雞哈。通雞，你講通雞就懶巴，好，通雞就是一種那個油果類的東西。專為咗強壯嘅背景老法體，幾條離開家鄉，還係相互話備、相互安幫。這樣子互相是，我們見來見到是家國條片面來，所以天氣數是主動特別到三橋上家來嘅新出面，主動提前然後其實長期來唔知係條牌，因為我都訪問係是只發現，講係按到三橋上嘅人。專為普查發現嘅兩種情形，今年8月，良好文化協會主動打起到三橋中，拜訪歷史界主動性出面，幾條嘅顧客，也對是日出行民俗各方面來做文字調查。私家裡曼丹省啊，佢總共有兩條台嘅，咩兩條台嘅都市，一隻喺坤甸，一隻喺三橋上。三橋上是啲都市前提數是講，因為佢差唔多20萬人口，當中嘅60%係客家人。中線企業分析，專為主動留三橋中嘅客人，為你同地，也係主動為咗安到三橋中人，其中之嘅原因。佢嘅橋子慢慢啲將好轉啊！我啲對主動地區嘅客家人就講佢了嘛嗬，嘅好轉呢，其實。有好人嘅隔壁一隻錢講係會，所以都係啊，會議大部分強壯啦。為到為全面了解三橋中，協會安東縣地今年帶來10個20幾，本組去訪問調查，也東南地嘅記錄到分裂勞作對面嘅認識。多路嘅來個頭朋友，平分認識後，除了高文兼職之外，更加聽我那風暴類，老先用功夫時候，大家生腿扶腿，切到能力，形容是係為數數鐵土，本還蠻結婚嘅阿哥。因為隻哥哥係能結婚，本來咪先嫁去，所以講本日傳統，本日個就一人婚，當為之滅當。往地方嘅阿妹求演專家，啲青年貴縣賣人嘢，只是親戚配酒，除為做對嘢來對事，啲人呢是按到快搶。佢愛參與我書，叫開枝散葉嘛，哈，然後對子孫的一些有帶個吉祥。個介紹係像開 party 咯，等個會調動到彩帶嗰度，叫安好鬧熱。基本上山頭真每台白公公，路頭路每台白公公，跳每台白公公，天天這台白公公。佢強行那個儀式嗰度吼，程序到因兩片強浪，佢會先搶嘛，各位嘅選啊，吼，佢個佢因兩片按到強行欣賞，佢個按到統計。總重量就身高快負責就，知唔知？可能係以為出產嘅咖啡嘛，嚇，叫啥是掛紙嗰啲結添為種嗰種，叫要酒一杯嘛，茶一杯，個叫啥咖啡一杯，咖啡就唔得少。
做对演奏说，除系自己新年开始，也代表南北出找一班嘅歌手，给阿公婆嘅仪式来做出做的。下个叫星期老来建创，是老重点用的，民间文化，八节老山歌。也民间文化系，要摆蛮有历史教育嘅时节啦吼，从口说来，实体创作嘅，内容文字写嘅。许多改变啥，早啲有咩会构成呢？念那些东西早啲为少，这发现啊，真丰富。过年唱，节唱，讨子树，着变农，老海着唱，飘到树姑面天堂，天堂拜中叫菜，好咯。你讲娃成为做啥过掉电影老师啥，那样个，那啲叶片有改片。没有，就在冇强去讲，你讲娃成为做，佢讲成为做啥？个吊电，基本上吊的叫淡电啦。伊那实啥，讲伊点么讲阿妹训练练。中昂街站那肚昂昂，个铁妹街站那出了字，个铁条街站那出了名。是按都到街长线上哈，街到街路都好，佢房門嚟試啫。一電圖誒條街就講，街長線上來，衝落去長山高，你也來衝一下嗬。其實真係成熟人類嗬，想衝乜街就衝乜街嗬。一行愛衝愛潮衝，個衝出一條那對日光，個衝出麒麟那對獅子，個衝出金雞那對強光。許多佢嗰邊實看到嘅山歌，大部分是講要從山歌跳，吼，講係啦，老山歌啦、山歌子啦、平板啊，嗰都跳舞哦。为少资料是晚会，门内展览礼拜，门内每日就深度了解八集团。喺度山橋嗰時，你門街門當錢多人，結果喺度揾人講全部大家莫起嚟啊，全部看到人組團嚟啊，非常可惜。不過很好爭，很嘟喺要到白富人，要嘟到一隻白人團。呢度真係白人嗬，只一其實冇頭嗰啲款，呢個算係上先收嚟嗬。先呢天外啦嗬，嗰個叫笑喎，嗰個要梗係。確係大學上班啦嗬。了解唔係專業訓練嘅班先辦團日，平常時各有各嘅條路嚟做，容易係從偏好挑價、推拿師傅，係容易係統計，就喺你世界出橋下教樂器，講到會創新，也係問題之前當。見到咱未上係學習下來啦，咁嗰啲嘅生法嗬，冚唪唥問題嘅時節，為學下到。客家藝術啊，音樂找到創新，肯係適配合條件啊，嗬。因客家文化記錄嘅好詳細，改編可能係因為有經過咁嘛進化文嘛，嗬，所以叫歷史深度、深難深，所以叫台體唱唔啲，冇嘛多。兩百個訪問調查雖然都當到困難，後代就才提議當然性嚟提升。其實我係經過教會牧師佢哋係協助any 天線路未唔熟啊，所以我考慮到嘟熟識嘅計程車嘅司機啊，佢會發問咧，要提提唐説 any 客冇嘛強龍嘛，係啊，會當日先啦 any 簽路。老其他國家裏比，台灣對客家文化嘅保存老記錄，確實容易下到之間。良好文化協會200年得到當到，也希望做得繼續去了解很多。盲人啊，為擴大、擴大啊，專門嚟自己面生活上訓練啊，比如講還有喺前度走客家莊啦、客家小五村啊、漁村啊嗰度，未得過嚟嗰邊訪問、休息。見到嘅，那啲客家人嘅
都改变来文化。就安样嘅专业老经典，为老记记录下来了件事情，以求出系自然。唔但强古多推翻客家族，还拿为向外发展。客家族嘅新南向为推翻老位置联络起来，安样客家迁徙嘅历史拼图，成为很难完整。